看过蔡总统伫美国的这个消息，过来看前总统马英九伫中国的新闻。前总统马英九今日早起呢，参访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伊伫国父孙中山捌演讲的讲台前，伊光动枪花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放了正开。因过今日一天，伊伫接受中国媒体联访的时，发表的谈话头一句讲的这个。中华民国，而且自称前总统，在过程拢有中国官方媒体用词加调。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呢，趁这个时阵宣扬统一的四大好处，讲台湾人会被尊重，讲财产嘛受到保障。和网友伫讲，这生活模式台湾早就已经有啊，无需要中国互咱。在民主义福建宪法。前总统马英九聊落去，用广东口音模仿国父孙中山发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去中国访问的第4天，会早去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前一天嘛，伫咧南京中山陵的时，讲家己是中华民国的前总统。民国112年3月28日，马英九前总统率马英九基金会同仁与同学进谒南京中山陵。不过，这个讲法，到中国央视报出，煞变作安尼：追求和平，避免战争，致力振兴中华，这是两岸中国人不可回避的责任。今晚头尾嘛是要统一咱台湾，就伫咧这个敏感的路摆，国台办嘛借这个机会来向咱台湾发声。统一之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化、制度化将更加完善，以大陆市场为广阔腹地，台湾经济发展的空间更大。有网友笑讲，这物件台湾本地豆腐，现在靠中国。前总统去中国访问，佫一摆动到两岸敏感的政治神经。马前总统在中国大陆其实已经说了多次的中华民国。蔡英文总统他访美行程里面，昨天也有公开谈话，他有谈到中华民国吗？奉劝这个北京当局千万不要利用蔡总统的出访做出任何的挑衅的行动，因为呢，蔡总统的出访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主权国家的元首应有的作为。现任总统访问美国，前任总统访问中国，因的行为拢受到国际关注。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